喂，老友，以後同人飲酒咧，真係要小心啲啦。浙江呢一單9萬5蚊嘅賠償案咧，真係好想知道大家喺評論區度點睇。話說喺2025年4月咧，浙江有一位兄台陳某同個 friend 張某飲酒，飲完酒之後咧，張某飲到劈劈褲，陳某咧同佢講：喂，兄弟記得叫代駕。然之後自己撇咗啦。嗱，陳某咧其實係提醒咗張某，咁點知咧張某竟然唔聽話，醉酒駕車，於是咧幾分鐘之後咧就發生交通事故身亡。最後咧法院就判陳某要賠9萬5，咩理由啊？理由就係明知道朋友醉到咁，淨係口頭提醒，冇採取有效措施，你冇盡到安全照顧義務，必須要罰。嗱，好多人咧就話陳某咧真係好無辜，係嘛？我都明明叫咗佢叫代駕啦，仲要我點啫？但係法律係唔會同你講感情，佢話俾你知大家一齊飲酒，當你個 friend 飲到劈劈呼嘅時候咧，你就有呢一個法定嘅責任。呢一個責任咧唔係話講句嘢就算數嘅。係要確保佢唔揸車，係要佢確保返到屋企咁先得。嗱，呢一單判決咧，唔係話要大家唔好飲酒，係要大家明白飲酒有風險，同行要負責。以後同啲朋友飲酒咧，唔好齋係得個講話，飲啦咁樣，更加要講喂，安全返屋企啊！嗱，各位，因為你一句提醒，可能係救唔到人，但係你嘅一個行動係可以避免一場悲劇嘅。雖然好多人咧可能都試過咁樣，好似陳某咁提個 friend，喂，你叫代駕，提完之後就算。今次法院嘅呢個判決咧，真係為大家提咗一個醒，以後同啲朋友飲完酒之後咧，一定要醒爬啲嘅。如果佢開嘅車嚟嘅話咧，記得收埋佢條車匙，幫佢叫埋代駕，或者直接送佢返屋企。只不過我喺度諗，即係如果我都飲大咗，都烏下烏下嘅話，咁我可能都唔清醒嘅，我點幫佢咧？所以大家以後咧飲酒真係唔好去到咁盡啦，好唔好啊？各位，呢一單嘢你點睇咧？歡迎喺評論區度講下。呢度係彬彬有禮，我哋下一期見啦。